從2025年3月開始 ，Rachel Bendayan 呢正式從 Mark Miller 隻手呢接咗棒啦。佢領導加拿大移民、難民同埋公民事務部 IRCC 上咗任之後嘅佢呢，加拿大移民部都即刻實施咗新嘅政策，EE 系統正式取消咗 LMIA 嘅加分啦。呢一啲嘅改變呢，對於加拿大嘅移民政策將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呢？而對於國際學生、臨時工人同埋永久居民申請人嚟講，係一個新嘅機會啊，定係一個新嘅挑戰呢？Hello， 大家好，我係卡卡利大咪，歡迎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喺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幫忙，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哋嘅頻道，開埋通知啷啷，一有新片或者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你哋每一份嘅支持力量都可以令到我哋嘅 channel 做得更加好，多謝大家。咁我哋先講下 Rachel 究竟佢係啲咩人，係有啲咩背景啦。Rachel Bendayan 呢，其實佢係嚟自 Montreal 嘅，有豐富嘅法律同埋政治經驗。佢喺麥基爾大學呢係攞到國際發展同埋法律學位嘅。之前已經喺政府嘅內部做過幾個職位。由於佢本身係嚟自魁北克嘅，所以外界呢普遍都認為佢係會繼續推動法語移民。同時亦都會保持以政策為主導嘅移民管治模式。咁加拿大移民政策有啲乜嘢會變嘅呢？雖然呢短期之內啊，佢係唔會有大嘅改動嘅，但係喺 Rachel 上任之後，以下嘅幾方面呢，可能就會有啲調整啦。法語移民繼續係今年嘅重點，魁北克同埋其他法語區移民政策呢，可能係會受到更加多嘅關注噶。申請人如果係有法語技能，可能就會額外加分，又或者更加容易申請某一啲嘅移民通道。而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即係我哋俗稱嘅 PR， 同埋工作簽證將會係有新嘅調整。政府已經表態咗噶啦，未來係會優先處理已經喺加拿大嘅人獲得 PR 身份。呢一個呢，對於臨時工人同埋國際學生嚟講，絕對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代表住佢哋係會有更好嘅 PR 申請機會。不過新嘅申請人呢，可能就會面對更加嚴格嘅審核批准。總之大家冇做壞事，正正常常呢，佢哋都會批俾你嘅。而喺未來呢，國際學生政策或者係會進一步收緊㗎。Mark Miller 呢嗰陣時已經係大幅收緊咗學簽嘅政策㗎啦，包括係設置配額啦，同埋調整畢業工簽，即係我哋講嘅 PGWP。雖然新嘅政府呢係未有進一步公布嘅措施，話會改變啲乜嘢，但係 Rachel 上場之後呢，係極大機會會繼續審查國際學生嘅政策，確保學生嘅數量同埋資源分配係更加平衡。臨時工人嘅政策亦都可能會再次收緊，政府可能係會對臨時外籍工人嘅入境進一步加強管制嘅，因為政府已經講到明啊，會對加拿大目前面對嘅住房危機同埋勞動市場變化係會採取一啲措施㗎啦。而最近喺3月26號加拿大移民部 IRCC 已經宣布咗，即日起即係26號取消咗快速通道 EE 系統入邊嘅 LMIA 加分㗎啦。呢一項嘅改變對於申請人有啲咩影響呢？喺之前啊，如果你拎住有效工作邀請，即係一啲 job 嘅 offer 啦，同埋獲得 LMIA 支持嘅申請人呢，係有得額外加分嘅。即係例如一啲高管啊、技術工啊、NOC 00類別嘅話呢，佢係會加成200分咁多，而其他職業嘅類型普遍呢都會加50分。但係而家政策改變呢，呢一啲 LMIA 嘅分數全部就會清零啦。對於已經入鋪但係仲未俾人抽中嘅申請人嚟講呢，可能就會見到自己嘅分數直接下調咗50至到200分啦。咁即係話攞到 LMIA 嘅人呢，透過快速通道 EE 獲得移民申請 ITA 嘅機會呢就會減少咗啦。而喺另外一方面呢，冇 LMIA 嘅申請人可能會受惠，因為之前呢係 LMIA 加分呢而被壓低咗排名嘅人呢，佢哋而家
可能就會更加大機會俾人抽中。例如係阿 A 原本 EE 分數係有540分，而其中佢哋有50分 LMIA 嘅加分㗎。而阿 B 呢，佢可能有500分，但係取消咗 LMIA 加分之後呢，A 咧就會變成490分，而 B 佢原本係有500分噶嘛，咁佢喺下一輪嘅抽選就會入圍容易過 A 啦。而加拿大移民部 IRCC 亦都確認咗咧，取消 LMIA 加分咧係唔會影響申請人喺 EE 通道入邊個 pool 嘅資格嘅，係亦都唔需要有額外嘅操作。不過如果 CRS 分數係包含 LMIA 嘅加分，就將會直接被扣除啦。咁 EE 通道嘅申請人要點樣應對呢？第一，如果你哋已經係入咗 pool，但係仲未抽中嘅話，記得重新計算翻自己嘅分數，調整你哋嘅策略。第二，如果你原本係依靠 LMIA 加分提高咗自己嘅分數嘅話，可能你就要考慮其他嘅方式，例如係提高翻自己語言嘅分數、學歷上面嘅加分，又或者係申請省級提名 PNP 啦。第三，如果你本來咧已經係冇 LMIA 加分嘅申請人呢，其實真係恭喜你。呢一次嘅變動咧，可能係會令到你有一個好嘅機會，提升到自己嘅排名。意思即係話，可能你抽中嘅機會係會高咗。喺呢度大咪同大家講一講嘅總結啦。加拿大移民嘅政策咧一直不停喺度變緊。阿 Rachel 上任之後，未來可能係會更加強調法語移民嘅優勢，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有興趣嘅話，你又叻法語嘅話，呢一個絕對係一個好嘅選擇。而我哋嘅加拿大臨時居民身份轉 PR 嘅機會亦都會同時增加㗎，所以而家大家都喺度籌帳緊，幾時去申請 PR 或者等緊 PR 身份嘅你哋呢，其實都係有一個新嘅希望嘅。如果你籌帳緊而家個移民身份或者係 working visa 嘅你呢，大家坐定定睇定啲先。雖然而家嘅學簽啊、畢業工簽呢啲嘅政策呢，佢哋係會進一步收緊嘅，但係唔好慌唔好亂住，我哋睇下佢會做啲咩嘢先。而臨時工人入境啊，我哋要申請 work permit 呢，可能個門檻係會更加高噶。但係現時加拿大呢，有唔少人都好支持佢哋而家嘅改變啦，因為有啲人呢就覺得呢個可以令到有更加公平嘅競爭機會。講到尾，未來加拿大移民政策係會點樣發展呢？大家真係要密切留意住政府嘅動態，我哋做一啲靈活嘅應變，見招拆招啦。同時希望佢哋會改變得更加好。各位加油啊！要記得希望在明天啊嘛。歡迎你留言話俾我聽，呢一次快速通道嘅改變對於你嚟講有咩影響？我係卡格里大咪 Signing out。喜歡影片嘅話，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開埋通知啷啷，我哋一有新片同埋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我哋下次再見。